信在座为这个孩子，咱对圣行义袂生疏，咱真侪活动拢伫圣行义来举办。圣行义其实前会开始设立，目的就是为着要教会人才栽培，不管是事情，不管是教会的事工，啊是前有一寡教会有邮件的时，一寡邮件老师拢是对圣行义栽培出来。咱看见有的时讲环境咧变迁，虽讲圣行义已经无开始无咧收这一寡学生。点解咱对圣行义的印象，由原是伫感觉讲啊，咱有一寡聚会、一寡营会，伫迄所在来去举办。但是圣行义伫时代的进步，为了教会面对社会真侪挑战的时，圣行义这几年努力去推广一寡相关讲研修的课程，要帮助兄弟，要帮助咱的牧者，帮助教会同工，借着这相关的课程，讲伫属灵的性命来去成长的时，咱才法度去面对这个世界。当咱属灵的性命较稳固的时，面对这个社会有真侪声音，有真侪无共款的看法，有真侪无共款议题的时，咱才知咱真做上帝囝儿，咱要去怎样回应这事？咱才知咱要怎样面对上帝话来去面对世界对教会的真侪挑战。所以，圣行义某一个程度，除了有这媒体，我大家会当伫个所在聚会，伫个所在参与真侪活动以外，圣行义由原这个相关的课程，要来去帮助建教会，成做建教会祝福。所以，真正邀请兄弟，咱由原继续来关心圣行义。拄啊，礼拜前一开始聚会有伫邀请，咱的座位头前有即个福音礼啊，邀请咱由原继续为着圣行义来关心大道甲福音。因为其实真侪遮个课程，遮真侪遮个活动，真侪遮个事工，是需要我兄弟来关心大道，甚至有时咱会当挂工来较实力来参与遮个聚会，参与遮个活动。咁使咱会讲，我伫台北就好啊，敢需要走较新北去？就是有时咱伫信仰内底，咱拢知，咱讲抽离一下你的生活的环境，我小可离开一个台北。我哋甲有这个所在，一寡聚会，一寡内容，拢会当帮助咱的信仰较进步、较提升。真正邀请咱继续为着这项医治的事工，关心大道较好。只是邀请咱同心来祷。上帝感谢你，你伫无共款的时期，借着无共款你所找紧的劳苦工人来回应上帝圣工，借着无共款的事工，借着无共款的活动。即个无共款的行动，拢是要来帮助上帝囝儿信仰会当稳固，信仰会当提升。借着上帝你的气力，借着上帝你的智慧，借着上帝你的帮助，互阮伫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代，拢会当起做伫上帝话语顶面的信仰，来回应这个世界，来去帮助阮面对真侪挑战的时，阮无落去钱，帮助阮面对各种。阮生活中的困境，为社会面对的困难的时，阮犹原深知上帝听甲阮同在。阮深知，阮属灵的性命如果臃肿，阮真正面对任何事，阮拢无咧惊吓；面对任何事，阮拢袂担忧，因为阮深知主伫甲阮同在。上帝，你的话会帮助阮，你的话会引带阮，你的话会当互阮得到气力。来头前所面对一切来去回应，甚至搁较有气力来头前来口走。愿主你继续纪念圣行医真侪事工，我愿主你纪念阮上山教会每一兄弟。阮的信仰由原顶阮的上帝话语，阮的信仰由原的上帝话语中，搁一遍来阐述，搁一遍来得到造就，搁一遍对上帝话语中得到气力，继续头前来口走。现在恳求感谢，靠耶稣的名求，阿门。咱的圣经内底，咱看到，伫旧约圣经以色列民族，摩西引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了后，咱看接手的是约书亚。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了后，如果用咱的生活来概念来讲，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了，他们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无呢。咱发现约书亚带伊些百姓入迦南地了后，不管是约书亚记还是士师记，咱拢看到，以色列民族伫上帝应许的土地，流奶甲蜜的土地，伊有面对真济的挑战，生活面对真济艰难，生活依然动荡不安。原因是啥？真济迦南地遐民族周围遮民族不断来去拍以色列百姓，互以色列百姓生活时常面对遮外族的攻击。原因是啥？原因是啥？毋是上帝应许的土地吗？毋是上帝拯救的以色列百姓吗？进入流奶甲蜜的土地，生活无拄拄较好过，为什么？因为因无顺服上帝的话来。因为因无顺服上帝的话来行，我相信这拢是咱每一个兄弟，咱对信仰、对圣经、对这段记载真清楚的概念。而且兄弟，咱敢有想过一项代志？既然上帝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既然上帝要拯救因离开帮助因，互因得到讨饭，得到自由，为什么上帝犹原爱伊的百姓顺服伊的话？既然上帝要拯救，为什么上帝又要以色列百姓听从他的话，顺服他的话？那上帝嘛奇怪，这群人你拯救啊，互因得到自由讨饭啊，叫上帝好像又要亲像咱讲升遥控汽车共款，迄所在往左往右，往左往右。但上帝犹原要继续，咱讲控制这群人，犹原爱因顺服。为什么？真侪时阵，如果咱感觉讲，怪怪的时，即嘛互咱搁一遍去三思一项代志。什么叫做顺服上帝话？什么叫做听咱上帝？顺服每一个天道伊的意涵，当然代表我要尊坦听咱上帝话，照上帝吩咐来。表示你顺服的根基，真要紧的根基是起做伫倒落？对上帝相信，因为相信上帝，因为信靠上帝，所以我顺服上帝话来行。因为对上帝的相信，我知上帝吩咐是正确，我知上帝指示是对我的性命有帮助、有利益，随往我得到拯救，得到讨饭，成做自由的人，表示我犹原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这是这段互咱看到一个真要紧的信仰的内涵的部分，就是伊些百姓犹原我着明白上帝的意涵，我着去了解上帝安尼做的意义是甚物。所以咱看到伫约书亚记一直到士师记，这个民族面对真侪动乱，一直到咱今日所看撒母耳记，进入另外一个新的时代。上帝要使用撒母耳来帮助这个民族进入新的一个抗战。撒母耳某一个程度是以色列民族真尊重、真尊敬的一个，伊会当讲先知也好，一个领袖也好。伊的故事记载，咱的罪恶时常拢会提起，甚至伊的出世，伊的妈妈要生伊的这个故事，伫教会中，咱时常某亲一个时，会将这段经文再讲。咱看见撒母耳妈妈结婚了真久，无怀孕，因为上帝吩
文安尼，互咱看着讲，迄个时代是上帝话，无讲话时代，上帝话真少的时代，上帝话真稀罕的时代，无啥异象，互上帝百姓来去了解上帝的意思。其实，如果从咱一开始你讲约书亚记、士师记这相关的内容的时，你就知其实即句话有一个真深的意涵。我时常咧想，即句话要表达的是甚物？我时常有时带教会青年的时，我就爱带因来讲，我们一起来天马行空的想一想，这一段话要表达的意涵是什么？什么叫做上帝话真少的时代？其实，如果从咱背景头前遐背景拢讲做的时，咱通看见，啊，像咱会当去想象，因为以色列百姓无听咱上话，所以到落尾咧，上帝嘛忝啊，无想要讲。咱在座有真侪父母，你想看有真侪厝，你甲你的囡仔，参像早叫吴顺明对昨暝对阮查某囝，我无爱讲，我无爱讲，真侪话已经甲伊讲好啊，迄衫收入来吼，你著爱甲伊整理好势，放入你的橱仔内底。对下晡一直讲到暗要困真前，衫又换一堆，放入眠床顶。阮无顺就讲，我爱讲，我爱讲。这种经文咱看到，什么叫做上帝话真少的时代？上帝已经无想要讲，因为这群百姓无伫听咱上帝的话。甚至如果咱看《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你记载祭司以利的后生的时，祭司以利两个后生嘛，犹原是祭司，是照上帝吩咐来服侍上帝百姓，上帝所拣选的。照讲，伊爱捌上帝话，照讲，伊爱听上帝吩咐。照上帝所指示讲，你是祭司，你爱做啥做啥做啥。照上帝吩咐，照上帝规矩来协助以色列百姓献祭祭司。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咱看见伊两个后生，根本是乱七八糟。献祭时无照规矩，甚至别人咧献祭，烤肉的味道好香哦。叫伊的萝卜紧，迄肉去吐一块来互我食。一个祭司竟然伫献祭时是罕尔无守规矩，真的，上帝真的没有话可以说了。甚至经文内底咱嘛看见，伊两个后生竟然甲妇人人伫会幕边仔乱七八糟，上帝真正气甲无话通讲啊！伊的老爸以利咧，其实如果伫这相关的经文内底，咱会当看见，伊的老爸以利算讲是一个尽忠服侍的一个祭司，但是伫咱今日经文内底看到一个真关键的一句话，讲伊已经年老，目睭已经雾。当然，我相信咱在座一寡兄弟到年岁了，目睭嘛渐渐雾。我顶个月我才拄开始配老花眼镜，我听到我甲迄个先去检查目睭了，我甲迄个医生讲，干有影，40几岁讲歹势，即摆才叫做见效，目睭已经雾啊。咱现在兄弟，伊的老爸以利目睭雾，某种程度是代表讲，对，伊有年岁啊，目睭开始雾。表示某一个赞助，嘛代表什么？代表祭司以利，伊嘛是一个目睭花花啦。什么叫做目睭花花？伊两个后生做的代志，伊竟毋知；伊两个后生较毁灭的代志，伊竟无看见。真可怜，伊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好生不如在
上帝已经起到无想要讲话的状况，表示上又搁开始。甲什么人讲话？甲细汉的三女来讲。最后这段经文时常拢会去教咱的细囝，因细汉的时就学习听上帝话。就是伫今这段经文内底，互咱看到搁较要紧的一项代志，是啥物代志？咱讲以利已经年老，目睭已经灰灰准煞。咱这段经文时常看见，细汉少年暗时困伫倒落，遇会无迄个所在，准备要半暝起床来将上帝约柜头前迄头灯开添油，互迄个灯的火袂花。伊哩困伫伊的房间，半暝少年就走来，走到伊哩讲：“你叫我吗？”伊哩有可能目睭落咧，啊，什物代志？无啊，我无叫你啊，你一遍、两遍、三遍，少年拢听到有人叫伊，伊哩拢讲：“啊，敢有？无啦，你转去。”到第三遍，伊哩才发现讲：“不对，这事事有蹊跷。”所以伊哩才甲少年讲：“如果你搁听到声的时，你着讲罗卜在听。但是为什么我要重复这个部分？这真正这个部分，互咱看见伊哩已经无法度去承担上帝这些职分啊，敏锐度已经降低。上帝的启示照顾会甲这个伊哩来显明，就是无撒母耳来显明，撒母耳来讲。照讲伊哩伊服侍经验，伊哩家己真侪时阵伊困伫房间，撒母耳困伫去约柜迄个房间遐的时，伊哩竟然到第二遍、第三遍，伊家己拢无叫，要是到第二遍、第三遍才发现讲，安尼代志不对。我一遍互咱看见什物？伊的敏锐度已经降低，对上帝话语的敏感已经降低。也就是安尼，互咱看到上帝为什物？伫这个时间点，伫这个状况之下，会来拣选撒母耳来传达上帝。其实咱如果搁一遍真正来去想，真正来去看，上帝的话，理论上爱伊哩来讲，因为伊是祭司，伊得高望重，服侍年资真久，上帝照讲爱对伊来讲。确实咱看见，伫疗伤未到的时，上帝话竟然迄个细汉囡仔撒母耳来讲。真侪时阵，上帝到底伫什么时阵要什么人来讲话，咱拢疗伤未到。确实伫真侪时阵，伫咱的信仰生活内底，咱真侪时阵拢认为上帝的话应该是伫理所当然的处境情况之下来向人说话。上帝的话理所当然会牧师来讲，会长老来讲话，会执事来讲话，会伫教会出入真久的兄弟来讲话，这是理所当然。要是咱伫经文内底咱看见，在那个理所当然之下，咱讲理
愿圣神保守搁一遍温馨伫汝会中，充满伫阮的生命中，帮助阮，互阮真正目睭通好金，看清上帝话，明白上帝教示，互阮生命敏感度搁一遍来提升，互阮真敏感，去感受到上帝话语所提醒的、所教示的。我伫理所当然，伫逐种的聚会，伫礼拜，伫逐工的灵修、祈祷、读圣经的时